伊潤潤的身材，穿着威士裙，頭頂還閣有菜葉啊。台南人氣 IP 吉祥物菜雞鴨受到袂少人喜愛，也毋過有民眾開9萬塊，煞發現買到的紅鴨竟然是中國製造。我花了1萬多，它一隻價值將近600，我覺得我有被詐騙的感覺。台灣的吉祥物吼。應該由台灣來做吼，較適合吧。6月份佇大菜市開賣菜雞鴨周邊商品，短幾工就創下袂少商機。市府開2檔時間，要落實台灣製造，大家等待結果煞是滿滿失望。甚至有民眾反映，廣告的跟實際販售的版本無同款，廣告版本是 Team 台灣，摕到的版本煞是 Swiss 台灣。市長也一直口口聲聲說，是 Made in Taiwan， 需要請大家稍安勿躁。可是拿到了之後呢，結果發現還是 Made in China。那我們不禁想要知道說，其實如果早知如此，何必當初？如果更早推出我們菜奇亞跟葉奇亞的周邊商品，也許授權金以及我們的銷售額都會提高。檢討製造地點，我們這個呢會在以後的規範裡面呢，我們會透過我們相關的小組。看怎樣把這個製造地點納入規範。市場處說明，這批紅鴨是授權 IP 委外廠商生產，品質有一定的保障。後續會希望廠商會當盡量找東南亞的製造商，和台南傳統市場以及夜市仔的形象大賽菜雞鴨、夜雞鴨，不再是中國製造，避免引發爭議。台南新聞出海採訪報道。